伫咧高雄有一位国校的台语老师林丽玉，伊发挥创意，做真侪有趣味的教具，用伫咧教学顶头，也吸引一寡学生囡仔伫咧遐学台语，也会当哪算哪学台语。 高雄内门山区的木沙国小，2年囡仔当地复习罗马拼音，这节课因足期待。是爱谁？看到老师准备的纸台，囡仔目睭拢光起来，想要伊嘛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。佮有另外一种纸盘，互纸伫纸盘内底软蹦空，囡仔嘛算甲足欢喜。 这节台语课，老师准备的，还佫有会使学12生锈的转盘，互囡仔等18刀啊学拼音。对囡仔的反应，就会使知影因敢有兴趣。那算的时阵吼，尤其是有竞赛，我要记的，学起来啊。 木沙国小的陈老师伫高雄四间国小专门伫教台语，伊利用遮的教具，其实拢是这位凤林国小老师林丽玉的创意，而且拢是林丽玉亲手 DIY 做出来的。佚佗物啊，会引起因的动机啊，目睭就会紧起来安尼。啊，所以我踮爱想讲，咱都其实拢是囡仔互我的灵感，咱等下想一下讲，到底应该做啥？咧练拼音的时阵，迄会当拼出。 无共的物件。那你什么上厉害？纸台。纸台上厉害啊！这8天来，林丽玉老师利用纸批、纸仔、干录这些物件，做成各种教具，连伊查某囝拢来斗3工画图，希望会使补充台语课本的不足。伊发现用这的教具来教囡仔上青分的罗马拼音，因接受度真高，所以伊嘛甲这的教具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。伊伫台语文教育真用心，伊讲。 只要囡仔爱着讲台语，伊就是成功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